想將單間改成2個細路嘅房。睇完呢個上下錯位床設計，你實會想即刻行動。呢個設計打破傳統雙層床嘅壓迫感，下床活動空間大增，成個房零舍光猛通爽，細路點碌都唔會頂頭。下格床唔止用嚟瞓覺，床頭裝咗迷你衣櫃，打開即刻變身收納王，衫褲摺到立立靚，攞嘢超就手。衣櫃側邊一氣呵成連住書台同層架，擺電腦溫書夠鬆動，層板仲可以擺手辦珍藏，溫書同玩樂一次過搞掂。上格床尾加塊得意洞洞板，等細路掛滿心愛小物件，實用之餘成個空間即刻生趣好多。上層將床嘅圍欄設計成小屋仔咁款，安全感爆棚，軟裝簡約舒服，瞓覺特別冧。上樓梯嘅每一級都係隱藏式櫃桶，拉開就可以收埋襪仔、毛氈，慳位慳到盡，真係諗得周到。中意呢個設計嘅朋友 PM 我攞報價單加免費設計啦。